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时间继续收看3月25号礼拜五的中嘉台南平新闻。台南伫地东过后，市府上届辛苦的单位之一，就是社会局。因为除了整合资源，其中一户一社工的做法嘛，温暖济济受灾户心。今年迎接社工日，由台南市社会局所主办的南台湾社工人员表扬，上午嘛正式登场，被颁奖肯定因长期维持工作的热情甲专业。选定4月2号社工日进前，来自台南、高雄、甲屏东3县市立选社会工作的专业人员上午组织做伙，除了互相交流分享，要来听出日后社工创新服务的专题。上届期待也是颁奖典礼肯定，包括年度最佳方案的团体奖、最佳独得名利支撑甲直接服务率的个人奖项。上午市长赖清德嘛亲自宣布得奖者，并且一一颁奖。会中加油团嘛展现社工人员的热情活力，气氛相当热烈。得奖者是高雄市政府社会局。其实我认为这个甘心是啥物意思？就讲啊，你唔是干那做出法律要求你做的。你是做出讲哇，你实在是伊想袂到，你有法度互伊帮这么济忙，解决伊这大的困难啊！所以就是要根据当事人本身的需要，他可能是个人，他可能是就学的问题，他可能是生活的问题，他可能是一个家庭，不一啦哈。所以我说同理心是要站在他的立场。第二个，我们社会局社工人员要去解决他的需要。而不是说我们根据法令，我们依法行政，我就跟他这样啦吼，你就提起嘛吼，其他我都无法度啊，其实这个不足啊。那第三个，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就很辛苦了啊，不是只有政府的资源，恐怕呢，我们也必须要去找社会的资源。那这个社会资源不尽然是经费啦，啊，有时候是这个其他的帮助啊。关心也好，哈，照顾也好，哈，这些其实公司协力去完成，啊，这个当事人的这个困难啊，或是满足他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今年南台湾总共148家社工专业服务参赛，有51家入选。会中这些社工拢是为了做社工，认同社工意义甲给大家投入。所以虽然辛苦，不过依然应有迄份热情。其中，咱市伫家庭暴力中心服务的陈奕轩嘛，提下名利支撑，希望为弱势带来温暖甲改变。就我本身不是社工毕业的，那因为就是强烈的，就是想要朝社工这一条路努力迈进，所以就是在毕业后努力修研学分，然后也是因为一个契机、一个机会，让我就是遇到很多的贵人、师长的协助，还有同事跟上司的协助。那我今天有这样的小小的成就，也感谢我的家人一路的支持。那就在场有很多很优秀的前辈，然后他们都是我的典范。我会在这个领域持续的深耕，跟随前辈的努力的那个脚步一起前进。与会中这些贵宾所形容的社工的参像天使妈祖婆同款，除了解决弱势者的需求，嘛成为权益的捍卫者。迄份爱心、勇气甲智慧，拢值得骄傲。等新闻管制郭国义采访报道。骑机车虽然方便，不过一旦无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性就真使人烦恼。因为近年来机车违规造成的伤亡人数已经是排全国第5位。对此，市长赖清德伫市政会议再次宣导，4月开始将针对冲红灯等违规扩大处理，以保障用路人安全。根据统计，台南市有128万台以上机车，这些车主，特别是大学生，不管是抢紧冲红灯，或者是无依照规定等外等等，造成伤亡不断。对此，交通大队透过行车记录器的录影画面，除了要一一提醒车主无遵守规定的后果，
市建局为了保障沿路人安全，在市政会议当中嘛说明，4月1号将锁定机车族扩大执行违规处理。那么这一次，这4项啊，大概就是说，在我们发现，它等于是除了本身不安全以外，你还是有那个侵犯到别人的。像刚刚从影带上可以看得到。闯红灯也好啦，酒后驾车啦，违规乱种啦，就是讲你家己无守法，而且你的行为会去影响别人安全。那安全帽部分是本身的那个，我们也一直都有在做。那么这一次这4项是我们是强烈要来取缔的。那么其他的违规项目，并不是说，我们就丢着，我们就那个，还是一样，还是我们平常执法的这个项目。在市政会议经过相关局处的回应以后，市长赖清德嘛指出，虽然机车的方便性在台南是真歹片面的交通工具，不过为了不让机车违规造成伤亡扩大，有必要专案处理，而且强调处理目的不是处罚，而是保障市民安全。那第一个是台南市是一个城乡并存的城市，旧城区街道狭窄，巷弄蜿蜒。乡间呢则空旷的空间距离大，所以机车在台南是一个很难以避免的交通工具啊。但因机车虽有其方便性，安全性却难以和汽车相比。这个从警察局陈局长今天的报告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得出来。重点执法或严格取缔的真正目的不在于处罚，而是要保障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为所有民众的生命财产提供更完善的保障。另外，无伫安全帽、机车帽后照镜，或者是上下课、上下班期间的违规停车、加临时停车等等，嘛拢会列入处理项目。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对啊，内政部日前发布土壤异化前市区，市府嘛委托生态防灾研究中心将做更加深入完整的调查。对此，议员出回建议，不管民众的徛家敢有踏入土壤异化前市区范围，市府都应该做全面性的总体检。2月6号的地当，地属土壤异化的问题受到大众重视。内政部营建署对此也发布专题，有可能出现土壤异化的所在，互民众知影，也将协助台南市成立土壤异化的示范区。而台南市政府更是委托生态防灾研究中心，针对土壤异化区进行精准度更较悬的显示图，甲新增加45个碳钻地点，做更较完整的调查。对此，议员蔡耀辉希望市府会当针对整个大台南进行全面性检讨，未来伫起厝的时阵，才有法度应用，并且事先预防。我讲的是讲，地区性、普遍性无起的啦。啊，你以后咱市政府也有法度甲这个无起的，规个台南市所在做完整性较完整的，咱也要起。恁敢有叫买当要求较严的要求啊？第二就是讲，安尼做落的时阵，趁即个机会，互全市土壤异化区较严重的会当介入，让消费者要买厝的时阵有所因应。即摆伫安南区上严重嘛吼，安南区新市归人永康新化，有发生这个土壤异化的地区的话，我们重新再去钻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把那个公务局现在申请建造时所有的大楼，它在开工以前所需要的钻探也把它加进来。另外还有中央的公共设施、地震所的公共设施，就是讲高速公路你起的时有一寡地质钻探的资料，那把这几个加进来，那我们的精度会比它更强就说。它是25000人之一，我们是做3000人之一。另外，除了这3项以外，我们另外大概再钻了45个，重新再钻45个洞，40个地质钻探。公务局长吴宗龙强调，目前探钻地点大部分拢是依照行政院公布的土壤异化区为参考，未来会听取议员建议，请生态防灾研究中心纳入考量。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
针对地动过后危险建筑物，市府第一时间的动员四大技术工会进行紧急评估，搭上红单或者是黄单，并且针对铁途或者是补强进行补偿。不过对着厝内共款有受损，确保都得到认定的住户，议员陈英嘛接到临时会建议市府另外提出协助。6月6號地震過後，未少主體因為受到嚴重損害，所以有的無法度帶人必須鐵路中間，而有的是需要在等待修復。市府在2月6號到2月19號這段期間，向民眾提出收件申請，並且以紅單跟黃單作為分別。2月主體雖然無被搭上單，但依然受到一寡損害。議員陳義典建議公務局針對這寡住戶，會當另外提出協助。那我們現在除了我看到我們貼紅單、黃單吼，有一些相關，那公家民眾要改建吼，要登記，有一寡相關的補助吼。啊，不過針對一寡就是講，他沒有達到紅黃單的標準，問題是他的房屋還是受到了相當程度的損害。針對這些民眾，咱市政府剛好什麼較好的方式給他協助？因為地震的影響嘛，哈，這個講起來是天災啦，哈。是啊。那所有的房子都是所有權都是個人的。是。好，那政府道理講啊，是做到黃單判別以後就結束了。是。那現在因為現在有一善款，對，因為有一些善款，所以等於法律外，在法律之外有一個額外，好啊，額外現在就說，因為紅黃單的受害比較嚴重啦，是，所以現在可能是針對這一塊，優先第一個階段，優先去。那有沒有可能第二個階段針對這一些也是有損害，可是沒有達到貼紅黃單的標準這些民眾，來給他們協助？這個可能要探特界紅線。可能要後續哦，在重建會再討論看看啦。另外，為了土壤液化區的主體受到地震影響，攏出現地震下陷的情形，再加上雨季來到，民眾攏煩惱會遭受淹水之苦，所以議員陳義典要求公務局趕緊進行周邊道路拋除、重新鋪設的工作。而公務局長也答應，將會在最近開始動工。但新聞嘉山林根採訪報道。根據地震災害中間復原小組關係，將對維管大樓、台地市場甲桂林幸福大樓等所在，將分別發放100%加50%的補償。不過，區議員但經政質疑，為何補助金額會差了一半，要求市府擱再重新建議。台南市政府重建復原小組歷經決議，將對維管金龍大樓所有權人發放100%的補償金，但以300萬為限。其他親像東區台地市場、桂林幸福大樓，補助50%，以750萬為限。議員但經政質疑，為何補助的標準無同，因此將台地市場的補助提高到至少75%。你們針對維管，因為他在這個媒體上強烈的曝光，你們就覺得他要100%。那這些一樣是受災戶，比較沒有曝光，你們就對他就50%依規定來。那你們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至少把它提高到75%啊？可不可以再討論一下？這個部分，昨天市長有在現場哈，就是他有聽了這些災民的。我想你們都有裁量權的，他會在衡量。我們也不希望100%啦。其實講實在話的，他們也自己本身要負一些責任嘛，對不對？那你維管的話就100%，那其他的部分的話，因為他稅項的50%，至少你們增加一點吧。75%是不是可以考量一下？昨天市長是有說，50% 的部分就這樣確定了哈啊，但是會因為知道他們的昨天的反應啊，他是說用從別的角度再來幫助他們啦。我想這個別的角度啊，這個太籠統了啦，這真的是你現在的數字裡面就是50%啊，我想哈，是不是你們在重建這個委員會的時候，如果是不是還可以哈再考量一下？我想我折中了哈，建立75%了，對不對？我嘛，剛剛被查嘴的，對不對？是不是可以這樣子的一個處理方式？哦，好不好？對着台地市場的重建，議員陳金正建議變更地目，或者是由市府將遇到的市場用地買落來。不過市府表示，該地原本就是市場用地，因此必須做市場使用。
你如果要变更地北，恐惊会拖延到中间的进度。你因为土地产权的问题，所以并无法度借由市府来买下土地解决。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先向一个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过去流行性感冒预防注射拢是针对65岁以上老大人，或是有重大伤病作为主要的对象。不过今年却发生流感合并肺炎，造成50-60岁拢被严重的感染。对此，医生就提出防疫缺口等等的警讯，要求政府单位重视。但病医生李正雄表示，对电光的表现来看，病较8部分就是标准的病毒感染。因为今年流行感冒是 A 型 H1N1， 除了镜头严重，事实上合并肺炎发生，造成65岁以下这50多岁患者，需要插管，甚至使用叶克膜才法度渡过难关。所以，医生除了建议政府许可明年流感疫苗注射，更需要扩大到50-60岁族群。另外，就是提早监控，并且制定防疫标准流程，以面对愈来愈严重的病毒感染。在这些感染症出现之后，因为防疫机关就应该形成一个专责单位，看看什么样的流行到某一个趋势，因为它定一个标准之后，那就进入 SOP 的情形。比如说我应该要如何执行，什么时候我要开始执行，那有哪些人来专门负责？专门负责之后有，那现在其实有一些他们有一些行程，比如说中区、南区、北区各个医疗中心的感染科主任有做一些协调了，但是我想应该也要由卫生主管机关，可能机关署他们形成一个，就大概是分成负责的部分了按哪些人做一些做那个居中协调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可以。你只要说早一点管制，因为既是传染病，就是可以，你只要防堵它传染的途径，自然就会把传染的这个扩张性给减低。可是对今年 A 型流感合并肺炎的情形来看，以后不管流感还是禽流感的交替，政府若无有效建立一套完整的防疫机制，相信将有更加侪人的生命甲健康受到威胁。但新闻管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了安慰地东过后淡地区小朋友的心灵创伤，南方梦时代25号特别举办儿童嘉年华特展，现场有超人气的优哥姐姐甲甜甜姐姐，带领大小朋友做伙同乐，现场相当热烈。某某台超人气优哥姐姐甲甜甜姐姐伫咧梦想舞台上，带领侪侪小朋友做伙跳舞，现场欢喜又个热烈，充满热情。南方梦时代为着要帮助受到地动惊吓的大朋友小朋友早日恢复心情，特别举办某某儿童嘉年华，要用笑容开始未来日子。那我们知道，台南去年有那个大地震，那大地震造就我们整个心情都非常的苦闷，非常苦闷。那我们是在地的企业，在地的企业又是我们
在这个灾区是最靠近、最近的地方，我们感受非常的深刻。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办这样的活动？就是我们是在地的企业，在地要怎么样尽一点我们的心力这样赶快把痛苦赶快赶走。那我们马上下个礼拜就儿童节，那我们在此庆祝各位小朋友儿童节快乐，身体健康，现场也设置了3个活动区，会当让家长甲小朋友做伙同乐，无论是跳格仔游戏，或者是立体大拼图，或者是快乐留言板，拢会当让小朋友佚佗。同时3月26号以及4月4号儿童节也有表演节目，欢迎来到梦时代梦想舞台，做伙分享快乐。台南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今年台湾艺术节将伫3月26到6月12号再来峰会艺术响应，其中3大系列分别是国际经典、台湾展展甲城市舞台，到是包括舞蹈、音乐、戏剧等各种峰会题材拢有，而且有兴趣民众做伙来参与。京剧演社用华丽服装、本土的台语演出，为2016台湾艺术节启动一个上届震撼的开幕。今年2016台南艺术节以3大系列：国际经典、台湾展展、城市舞台，要互民众丰富多元的艺术文化表演，展现在地文化的创作生命力。台式的表演团队可以汲取国际一流的技术。彼此呢都可以成长。经过过去4年的努力我想已经有相当的这个成果刚刚叶局长提到的，不管是去年观赏的人口已经有6万人次，甚至于呢表演的场地本来是文化中心，后来连古迹历史建筑、老房子、老树下，现在连公车。旗鼓岩山都是表演的这个场所那我觉得这样的这个进展呢，实在是非常棒也非常妙的一个事情。看到刚刚叶局长的这个简报今年有52个团队，有117场的表演，场场精彩，每一团呢都是非常杰出其实我刚看那个介绍的时候，我一直想要这个日子赶快到能够赶快来欣赏国际经典有台湾之光回来演出，有动物乐团，也有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小野丽莎。台湾展展有济戏剧演出以及城市舞台的弥佐古城，更是互府城每一个角落拢充满了艺术的气氛。欢迎全台民众做伙来感受文化之都台南。台南新闻网早采访报道。突破过去固定开幕形式，今年台南艺术节3月27将伫新营中正路顶第摆风格来办开幕，推出创意观游会。会中戏剧演员嘛将打扮成各种动画故事的角色，伫街头甲民众近距离接触，嘛邀请大家做伙打扮、耍创意来迎接台南艺术节。抓风车剧团活力十足，热情满满，伊着趣味的打扮、好耍的动作，互现场每一个人拢笑甲有够欢喜。这届2016台南艺术节突破过去开幕形式，3月27号要伫新营中正路首都风街举办开幕典礼，也佮有艺术风街创意园游会。抓风车剧团的团长也用趣味的方式邀请大家来佚佗。这样子讲，其实真的蛮舒服的。对啊，应该还是我应该这样讲，认真一点，这是一个记者会，严肃一点。好 ，OK。那个实际上面艺术风街，纸风车那从那时候1997年在新港国际社区儿童艺术节有办过类似这样子的格局之后，到这一次我们新文化中心
的节牌跟我们台南艺术节的这个开幕，我们再重新尝试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抓风车剧团对表演满满的热情，也让文化局副局长深深感受到。没有这样过啊！各位媒体朋友们可能也吓一跳，我也吓一跳，因为他们没有跟我讲有这样的桥段。让台南艺术节呢，第一次这个开幕啊，我们的开幕场是每一次的开幕场都在新营办。那但是呢，今年第一次呢是做这样一个封街的嘉年华式的活动的转型，然后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改变。那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艺术节呢，应该要让更多的民众呢，大家来共享，然后让更多的民众呢来参与我们台南艺术节的活动。那因此呢，我们这一次呢非常高兴，特别邀请到这个丁杠有没有？现在杠有出名啊！我们这个台湾 No.1 的剧团啊，我们一定来跨刀为我们做整个这个封街的规划。那在这边我要特别感谢我们任团长。那我想这次我们看到这样的场面哦，就知道纸风车这一次是卯下去了啦，全员动员了，全部都来了。这个我们当天的这个艺术风街呢，我相信一定是非常的精彩。艺术风街将伫新营中正路设置40米长的地景布置，要让小朋友彩画。同时，佮邀请石鼓集乐团、深深剧场、软剧场、抓风车剧团等表演团体演出。台南新闻找彩虹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现在是好天有时，这回天气温度12度到19度，落雨9一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3月25日中嘉台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